对于旅人来说，美食地图也是让味觉回到最初感动的童话。这一回来到了内埔，才发现这地图上的美食许许多多都已经存在超过一甲子。问号，按照，按照，这是在做面趴板。对呀，为什么是这个颜色？哦，叫梧桐加酒酿，很甜的，甜甜跟面趴板嘛。我没有吃过哎。没有。是就这样直接浇下去吗？炒，哇，甜甜跟面趴板。这个为什么是80元的好滋味？以前的人都会在吃这样的面趴板。以前也是这面趴板都会叫做面档的用的面趴板，因为伊我有一个东西出来都人老界开放，古来好多人来参观，我都研究一个出来，必定来参观，伊个正好都可以马上吃到，马上就吃，太棒了！我最喜欢这种即做即吃。柴火不断的添加，随着大灶的温度攀升，米浆也逐渐凝固。算准了时间，打开锅盖，热腾腾的蒸汽逼着人大汗直流。老板娘却习惯了这样的高温，利落的操起铁盘，在面趴板上画下整齐的线条，也标记着内埔美食的一篇章。好了，现在好了，可以卷了。现在就可以卷了。这是我刚刚弄的那个面趴板。来，怎么卷？来，阿公。好像卷毛巾哦。哇，卷起来了。但是我觉得好像溜腿跟面趴板加勾粉。因为我哋南部按到面趴板，北部按到板条。做嘛给我按到面趴板，搭起来那种洗面的毛巾中央，毛巾啊，等下都按到面趴的，不是都按到面趴板。而且这种甜甜的，我以为吃起来会很奇怪，不会，清厚色。溜堆跟面趴板加勾法，溜堆的美食经过时间的淘洗，不仅是舌尖上的惊艳，也是记忆里的永恒。